肉体给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当咱在基督的内面，咱就是新创造的人，咱通享受永远的活命。阿门。这个时阵，咱要用一个低调的心，做伙来敬拜阿乐咱的上帝。来做伙拍鼓来敬拜。在咱的恶路，哈利路亚！咱知影，在台湾的风俗的内面，旧历7月是一个充满禁忌的时阵，咱有种种的无平安，但是咱也知影，有主在咱的生命的中间，咱就满有平安甲稳定。阿门。咱要用这条诗歌来领受主所赏赐咱的平安。咱大声要请乐团带咱来念。为牛刚刚就
山谷总是无遭有灾害，因为主的对主的干，拢真做咱的安慰，甲咱三甲边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主的稳定甲主爱，甲咱三个伫地，主的平安福气，就缀咱到一世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主是咱生命的主宰，是咱的大君王，伊是大有气力的。伫这个时阵，伊就临在甲咱同在，甲咱三个伫遮，看咱来敬拜阿罗伊的名，这是何等有福气的事！咱一定成做迄个上有福气的人，阿门。三个来吟。心的耶稣，你最的宝座的。欢迎主降临伫咱的中间，咱献上咱的声音，献上咱的敬拜，真做芳芳的祭拜在主的面前，主的较要欢喜甲咱的敬拜甲。荣耀归你心。
赞你的名，欢呼欢呼，咱承认你是主，你到彼日，我要以你的名，欢呼欢呼，来歌舞你的名，欢呼欢呼，来称赞你的名。咱才确信，当咱唱歌学落伊，当咱举手敬拜伊的时阵，君王就伫这。阿门。你相信君王在这吗？阿门。你相信的时阵，你就知你的生命、你的一切，咱所有的拢伫伊的手中。所以咱会当真欢喜来到伊面前，称呼伊的名，呼求伊的名，奉伊的名来祈祷。阿门。咱大声先来学落伊，学落伊。做王伫咱中间，学落伊伫任何时刻拢掌管一切，好无？咱讲主啊主啊三声，咱来学落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阮学落你，学落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全地何等的奇妙。在阮唱歌吟诗的阵，你做王伫阮中间，你的宝座设立伫这个所在。主阮知，阮所有一切拢伫你的手中，阮会当倚靠你。会当较相信，你就是阮一生上界大的帮助。也阮恳求你，伫这个时阵，互阮知影，当阮吟诗学落你的时阵，阮的心是开阔的，阮的灵是活泼的。阮来到你面前，总是知影你听阮，你听阮，你的听是无用心的。多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阵，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讲，咱的教会是要听做传福音的教会，这是主耶稣上欢喜的。咱求上帝帮助咱，咱的教会未满足到即马，咱所表达的一切，咱知影上帝恩典要较哪济伫咱中间。阿门。所以咱甲主求讲，主啊，永光教会是属于你的，是要献予你的。永光教会，我诚做一份子，我就是要做你上欢喜的事。互阮有火热的心，追求这个信仰，嘛，互阮有火热的心来见证这个信仰，好无？来，咱做伙开声，为着永光教会，咱的教会，来每一个人，诚做传福音的人，诚做传福音教会，咱开声来祈祷。来，主啊，阮感谢你，哈利路亚，阮学落你，阮学落你，因为你是阮所敬奉的，阮永光教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大家有你的恩典满满，有你的救赎，竟然信你的人，拢无沉沦会当一个永远。阮嘛相信，上帝伫今仔日，你有完要做奇妙的事。阮的教会诚做真实传福音的教会，我要看见真济人无受到空间的限制，无受到这所有外在的影响，互伊意爱来到你面前敬拜服侍你，互伊超出真实上帝的事，会当对着你。主啊，多谢你，阮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领受你的恩典，嘛会当分享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多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台语唱的真久无 RPG 啊，对无？吼，好无？咱来 RPG 哦，咱第一个一个人找一个人，咱来学了上帝。第二，你为着咱对方的人，甲你祈祷的人。伊的厝来祈祷来祝福，好无？吼！第三，当然就爱为着伊本身来祝福。
吼，咱来RPG 哦，来一个人找一个人来，一个人找一个人，吼，头前咱有姊妹袂晓的，咱家来，对，姊妹袂晓叫谁姊妹，哈利路亚，来先来学乐，然后咱来为着家庭来祈祷，为着对方的家庭，也是你的家庭来祈祷。第三，为着对方来祝福祈祷，哈利路亚，主的谢你，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阮往江临伫遮，咱献祭来唱歌，歌鼓你做王，荣耀归你生命。阮往江临伫遮，荣耀全地充满，好山那归你，至尊的主耶稣。将香而乐归予咱的上帝，伊看见咱一切敬拜，咱的而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今日阮来到你面前，阮相信你要亲自对阮讲话，你要互阮的心受柔软的，互阮的灵受活泼的，互阮伫遮会当对你更较深深的认识，也经历你更较大的疼伫阮的中间。多谢你，阮属你的百姓，阮是你所拯救，是你所疼的，阮甘心乐意来将一切荣耀归乎你。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做伙讲阿门。开始姊妹请坐。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8章第1节第11节。咱做伙来共读，请。这个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去哥林多，伊伫遐拄着一个伫本都出世的犹太人，名叫阿居拉。最近才甲伊的某毕基拉对意大利来，因为皇帝克罗地有命令所有的犹太人拢离开罗马。保罗去找因，因为共行业拢是做布匹，就甲因带做伙做工。逐日安息日，保罗拢伫会堂甲人辩论，考劝犹太人甲希腊人信主。希拉甲提摩太对马其顿来了后，
保罗就专心传道，对犹太人见证耶稣是基督。因甲伊反对佮诽谤的时，保罗甲衫来涂粉迄加勒，对因讲：恁家己要讨死，无我的代志。对打以后，我要去外邦人遐。然后保罗离开因，去住伫一个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叫做提多犹士多的厝。伊的厝伫会堂的隔壁。会堂的主管基利修布，甲伊的全家拢信主，阁有真侪哥林多人听了来信，嘛受洗礼。有一暗，伫异乡中，主对保罗讲：毋免惊，着继续讲，毋通点起，因为我甲你同在，无人会下手甲你伤害。我有真侪子民伫迄个城内。保罗伫遐住1年半久，将上帝的道教示因。咱圣经共读到遮，愿圣经的话伫咱的内面，成做咱的帮赞。即是咱要请本堂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是传福音之关讲。还是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当伫遮来敬拜上帝。咱的教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圣经，咱拢大家做伙读，对无？当然即摆台语翻译的即个汉语话有新的改过甚至有新的偏义可能咱较无真法度真顺不要紧，因为读出来，大家拢知影迄个意思，对无？当然你若看原来伊都有写白话字伫边互咱会当知影要安怎来福音。总是无论安怎，上帝的话语，咱若读出来就是福气。阿门。你甲隔壁讲，上帝的话若读出来就是咱的福气来。若读出来就是咱的福气哦。阿门。所以咱感谢主，互咱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举起你的遮手来，咱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性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感谢主，咱要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彼此来激励，互咱伫生活内面是有光、有目标、有信心、有快乐的。阿门。真欢喜，咱会当做伙伫遮会记得前礼拜牧师甲咱做伙来鼓励，讲咱是街头报道的达人，对无？这是互咱今仔搁看到今仔日经文的时阵，我相信会当互咱搁较来深信。所以今仔日牧师用这个题目传福音，就是讲勇敢讲就对，咱讲了就是责任完成啦，对无？这就是咱爱会当去深深体会咱知影伫咱特别咱拢是做人的父母的甚至做阿公阿嬷的有当时咱伫教囡仔，即个教导囡仔时阵，有当时拢会惊迄个关系无好的时阵，会像揪去对无毋过伫即个过程内面，有当时嘛会感觉讲，我的责任就是讲就是教对无这就是咱真父母的责任，真阿公阿嬷的责任，咱爱做的咱只要讲出来将即个道理、真理互咱的事实知影伊要安怎来领受，这就在伫伊的态度咯。我相信伊若全盘来领受，一定是一个祝福。这嘛是伫咱生活内面，咱拢会当来体会了解。伫咱的信仰内面，咱嘛是安尼所以咱是街头的这个传道报道的一个达人，这就是讲，咱就是会当体会伫这个生命内面，因为咱知影，咱领受救恩的福气了，咱成做一个上帝有互咱上帝国的使命，咱就是有这款的使命，伫咱的生活内面，伫咱的教会，伫所有的服侍中间，咱拢要来
行使这个使命，当互这个福音会当更较侪人来领受、来了解吼。圣经咱咧甲咱讲，恁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吗？上帝的灵住伫恁的内面吗？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恁。哇！保罗真清楚甲咱讲，咱敬拜伊的人，咱就是用专言来敬拜伊，对无？所以咱的敬拜伫倒落，耶稣教示咱的，就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对无？所以若是安尼，伫敬拜内面，伫即个外在的物件，拢是次要的。较重要是啥物？就是咱即个人哦，吼啊！所以保罗透过即段话在甲咱讲啥？讲咱是上帝的殿。那安尼意思就是讲，咱即个人无论去到伫倒落，只要咱去到伫遐，上帝的殿就去到，就是伫遐，对无？吼，上帝的殿若是伫遐，咱就爱行使迄个上帝的殿应该有的。我相信这是咱会当好好来思考。所以我要讲，咱的身躯是安那会依煞的圣殿呐，阿门。这甲咱的教会有共款无？无共款对无？哦，咱的礼拜堂啊，好不容易，咱会当买这个真水的礼拜堂，伫即只敬拜。总是咱礼拜堂无法度刷来刷去啊，对无？咱是讲哇，啊无即摆吼，咱甲这个建筑本吼，过去刷来迄个啥信义区好啊，敢有法度无嘛吼？哦，迄价钱差足济咯，吼啊！无论安怎，咱知影这个建筑物是咱敬拜甲上帝三主兄弟姊妹分享听的所在。总是圣经清清楚甲咱讲，咱这个人是上帝的殿，是圣神当大的所在哦。好，所以圣经真清楚甲咱讲，上帝的殿是圣的。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成做上帝的殿的这个人，咱无论去到伫倒落，拢会当带出上帝同在迄个荣耀，这真重要，对无？所以咱这个殿是会牵刷，会刷来刷去的。今仔日伫遮，明仔载伫遐，总是无论去到伫倒落，咱拢是成做圣的，是上帝所欢喜，上帝的肢体嘛是上帝的殿，甲咱同大吼。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既然若是安尼，咱就会当清楚哦。咱基督徒受造，就是上帝为着福音来量身定做的。上帝要将这个福音，要互万国万邦的人拢会当去领受，就在地领受这个福音的人，这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既然是上帝特别拣选，就是伫你的一生的中间，你的遭遇境遇内面，你拢会当去体会上帝拣选我一定有特别的安排。若是伫这个安排的经历内面，拢会当去甲上帝连结，也透过甲上帝连结，就会当更加明白咱受造伫这个世间，上帝甲你放伫你的家庭，甲你放伫你工作、学习的所在、生活的所在，一定有伊美好的安排。阿们。吼，这较叫做为着传福音来量身定做，通互咱来深深肯定上帝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既然是会牵线的一个圣殿，哦，会牵线的圣殿，就亲像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安尼对无？哇，因出埃及的时阵，会幕到倒落，就伫迄搭遐敬拜。会幕做头前引带，然后安营的时阵。会幕就中，大家以会幕做中心，嘿，所以咱嘛是呢，就亲像会牵线的会幕一般样，求上帝，互咱有一款深深的体会。所以啊，咱甲隔壁讲，咱是会牵线的圣殿来，是，咱爱会当有一款的意念，就会当帮助咱哦。吼，咱一个个人的你，会感觉讲啊，我一个人安怎尔无咯？你若深信你所信的，是甲你同在、甲你同大的这位上帝。若是安尼，你会看重咱家己的灵魂体，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也是上帝甲咱同大的所在。所以，咱敬拜伊、祈祷伊，
服侍伊，就真做真自然的一件代志哦。所以今仔日咱看这段经文，咱会当来体会。我会记无几礼拜前牧师有讲，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对无？嘛有互咱看迄个地图有无？伫欧洲的较南边的所在，吼保罗去受呼召去欧洲的南部传福音，第二次的时阵，伊就是来到哥林多。哥林多了后，伫迄带遐传福音了，伊就佫倒来到伫土耳其的所在，所以今仔日咱会当佫较来了解，哥林多是希腊，就是南欧洲南部的一个真重要的政治的首都，嘛是一个经济商业真重要的所在。咱就会当知影，遐个人来来去去，真有真济外国人拢一只出入入，或者拢是会当来看见的一件代志。比如讲，咱伫疫情的时阵，咱看到，咱也伫较市内要看到外国人较少对无？即摆疫情了，无论你去到底，甚至连永和，咱嘛常常会当看到外国人伫遮行来行去，有无？这就是商业。也是讲即个首都的所在，拢会当看见的，有真济遮个外国的商人，也是讲学生，也是讲来佚佗的，咱拢会当有真水的一个交流。总是哥林多即个所在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迄个特别毋是好的特别咯，是无好的特别。因为安怎讲，如果雅典若是一个乌云密布的所在，那安尼哥林多是一个败坏对立的一个中心啦。这是圣经学家在研究雅典当然是伫哥林多的较顶悬咯，就是保罗来到雅典了后，嘛受到犹太人的一个困迫，所以伊就离开雅典，落来到伫哥林多这个所在。所以若是安尼的比拼，咱就会当去体会保罗伫写后来写配合哥林多教会时阵，伊就安尼形容讲毋好家己欺骗家己，无论是淫乱的、乱动的、好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酒醉的、勒骂的、勒索的，拢袂当承受上帝的国。保罗在形容遮，咱想伫教会内面搞遮物件，亲像无对无？咱就会当去体会了解。当时保罗去到伫哥林多，即个复兴即个闹热的都市的时阵，迄款的情景就是安尼呢，就是伊所描写的是安尼。伊面对这希腊人的时阵，后来咱就会当看见，当这哥林多的人信伊了，保罗伫即个书信内面就安尼讲恁中间真前嘛是有人是安尼。总是当恁已经奉耶稣基督的名，也借着上帝的神，已经洗清、真圣、清做义啊啦，所以咱就看见福音教的时阵所产生的结果，伫保罗的书信内面会当互咱了解。总是当时保罗去到伫遐，真正是一个无容易的代志。看即个都市是败坏、是情欲的都市的时阵，伊的心也是会有挑战，敢毋是吗？总是保罗无因为即个环境显得歹受，就安那停止伊传福音的热情无咯。伊搁较哪看见，伫愈黑暗的所在，愈需要光；是愈亲像愈车祸的所在时阵，其实人的心是空虚的。兄弟姊妹，这是咱所会当深深看见的。所以甚至伫咱台湾即摆处境内面，咱对媒体，咱拢嘛当看见遮个，愈亲像有地位的人，愈有钱的人，因毋是完全的满足呢。因内心有一种的空虚，是咱无法度去体会了解。因无法度用外在的状态来掩灭因内心迄款的欠缺。总是真做基督徒的咱看会出来，咱体会出来，因为咱知影。内心的满足，灵的满足是上界重要的。所以保罗无因为这个大环境是遐败坏，伊去到遐就是讲放弃啦，毋是，伊用信心开始来备办传福音的道路。所以咱看圣经就甲咱讲讲保罗的专业是啥？接报病的对无？哇，
伊一方面伫迄搭遐用伊的专业来接报边来满足家己的生活的需要；一方面嘛透过观察来了解当地的宗教文化这政治、这真正的实情呢。伊先透过观察开始，哇，真水哦！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内面，求上帝互咱有一款福音的使命的时阵咱大先爱有的就是观察，观察伫咱的社会、咱的台湾、咱工作的这同事、咱的厝边隔壁这，咱去观察因，去用咱的上帝互咱的属天的眼光智慧去观察、去了解，因为透过了解会当帮助咱伫福音的顶面怎样成做一个水的见证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相信，愈黑暗的时阵，就愈需要光明。阿门。这是理所当然的。咱暗时若有起来厕所的一个习惯的，对，咱拢嘛爱有一拍灯，敢毋是？这帮助咱。虽然环境真湿总是咱也是需要一个灯来帮助咱，互咱无地到着达。这是咱伫生活内面，咱会当体会。伫咱的生命内面，犹原是安尼哦。所以，到底咱会当来思考，到底是环境在影响人，还是人会当改变环境？到底是环境会影响咱，还是咱会当去改变环境？当然，这绝对无一个绝对的答案啊。咱会当去思考的，就是讲，这个人的意志有够坚强无？会当赢过环境的条件无？是讲这个环境已经大甲压力大甲，互人已经消放去啊。所以大家就顺着这款的这个风俗习惯安尼走。这咱会当来思考，伫咱传福音的路径，伫教会历史内面，拢嘛会面对着这样。哇，面对着大环境的条件的时候，到底是要对着这个环境，要对着人的价值观、人的习惯来行，还是讲爱完全拍破这个？这拢是伫生活内面，咱拢受着挑战。总是无论安怎，咱求上帝帮助。上帝互基督徒，咱有属天的智慧的这个本领，就是互咱会当去认捌环境，然后伫环境中间，伫有这个败坏的内面，去找找到为什么这个败坏的因由是什么？那透过咱有属天的智慧，当咱明白迄个败坏的因由伫倒落的时阵，就会当互咱知影要安怎针对这个错误来面对伊。兄弟姊妹，这就亲像咱的身躯相共啊，对无？当咱若在发烧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咱的身躯一定是有状况哦。因为这个是上帝创造咱的身躯，互咱的一个基本的机能。你袂当讲发烧不要紧啦，凊彩4在意啦，等下小小就退啊。小小就来退，这是好。2天3天1礼拜阁袂退，你敢无在意伊吗？你家己看袂出迄个病症伫倒落的时阵，你需要借着医生的专业、医疗的机械帮助，互咱找到迄个病症的病根伫倒落，这是非常重要。当咱愈早会当发现迄个病根的时阵，会当帮助咱，会当好好来面对伊，敢毋是安尼？所以，这伫咱的生活内面，这是上帝互咱应该有的一个本领。伫环境处境内面，咱爱去看、去了解，无看到社会就是安尼了后，大家拢相共，毋是安尼。那违反真理，那是互人陷落伫即个罪恶的中间的时阵，咱就爱去了解，为什么人的心是安尼？为什么这个社会的风俗会变甲安尼？咱爱去了解，会当帮助咱哦。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去了解，当咱去发现真相的时阵，咱才会当对症下药啦。这是伫生活内面，咱会当去了解。保罗就是安尼，一方面接报边，一方面去体会这个社会的情景，然后伊就知影要安怎面对这些人来传讲基督福音。所以，咱看保罗
嘛是拢是安尼。伊到外邦的所在传福音的时阵，拢先去找会堂，哦，拢先去找会堂，因为犹太人，牧师捌讲过哦，伫外邦的所在，无法度等于到伫耶路撒冷敬拜，哇，只要犹太人有3个查甫人以上，就会当安那组织，成做一个会堂，因为若3个查甫人，有可能就3个家庭啊嘛，对无？3个家庭可能10几个、20几个，因就会当伫迄搭遐，成做因一个信仰，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哦。所以保罗习惯，每到一个新的所在，伊就去到会堂的所在。所以伊到哥林多就进入会堂，犹太人来传讲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基督。这是圣经甲咱讲，在犹太人安那亵渎伊。唔听伊的，哇！所以保罗就做一个代志，就是甲伊的衫，秀秀的对啊，甲这尘埃秀秀的，讲恁的火归到伫恁头壳顶，我是清气的。对干了，我要外邦遐去哦，保罗秀这个衫，或者尘埃会当落落来，意思这就是犹太人因的习惯。比如讲，因去到撒玛利亚所在的时阵，要出来，因就安那，头就爱站站的，对无？骹就爱站站的，衫就爱盘盘的，这个是无清气的，拢爱离开我，然后因较离开迄个所在总是保罗竟然用这个对外邦人的方式来面对这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这意思就是讲，当了后，我尽我的本分啊，我讲啊，你唔接受，这就跟我无关系咯。对，当了后，我这个积分就是到这，我跟你无关系。这是保罗所表达，要互这唔信的人的犹太人来体会了解。然后保罗就找到提多犹士多的厝，提多犹士多是外邦人，是保罗引带伊来信耶稣基督的。圣经甲咱讲，伊的厝就是伫会堂的边仔，所以保罗就伫犹士多的厝开始来传讲，互外邦人会当接受耶稣基督。无想到讲，伊伫外邦人犹士多的厝传讲耶稣的救恩的福音的时阵，这外邦人大家拢接受呢，真侪人拢接受，然后愿意受洗礼，归向伫耶稣基督。哇，福音哇大进步对无？报道会修行济济，应该足欢喜，毋是吗？毋过圣经甲咱讲讲迄暗安啊，暝时的时阵，主的异象对保罗讲，毋免惊，只要讲，毋通点点呢。嘿，安尼，咱会当去想讲，保罗是安那足有传福音经验的啊。耶稣为什么佮特别爱伫异象中甲伊讲，毋免惊，你只要讲，无点点，只要讲就会使。为什么需要保罗佮需要耶稣安尼提醒？咱会当去思考无？可能会当去思考的一项代志是啥物？有可能保罗伫犹太人的中间传福音的时阵是挫败的，对无？因想讲耶和华的救恩，大家拢知影。只要甲因证明讲，迄个基督就是叫做拿撒勒人耶稣的，就是基督，这毋是真简单吗？因过去就认捌耶和华宗教、耶和华的信仰啊，即马互因知影一个证明讲耶稣是基督，这就是遐简单的代志，总是无人要听。毋过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因毋捌听过耶稣，嘛毋捌听过什物基督啊、弥赛亚，敢毋是吗？总是保罗开嘴讲，这人拢信。哇！所以保罗会惊无？会惊呢。一方面是讲大会安尼，一方面是讲这人到底信的是信真的还是信假？对无？那对咱来讲，可能咱嘛是讲，哇！忽然间安尼，100个这无信主的怎啊冲入来？咱嘛会感觉讲，奇怪，这是什么目的？保罗的情景可能是安尼，总是无论安怎，咱对这会当看见，
福音的能力是超过咱所想象的，因为耶稣呼召保罗，马其顿的呼声来，互伊踏入这个欧洲的境界，将福音传到欧洲，就伫到哥林多这个所在，要互伊真清楚来了解，伊受洗的目的就是安尼，通互伊知影，伊受洗是有果子的，伊受洗是丰盛的，伊受洗是去到伫外邦的所在，成做外邦的福音使者。兄弟姊妹，这是会当互咱透过安尼来体会。有时咱会感觉讲啊，咱这个福音，这毋捌听过的人真难了解啦。人拢因有家己的宗教，兄弟姊妹，这是咱家己定义的。若是圣神的做工，绝对毋是安尼哦。互咱会当去深深来体会哦。所以耶稣嘛继续甲保罗讲，有我甲你同在，无有人会当下手来害你，因为伫即个城内有我真济的一个百姓。哇！若是安尼，保罗就较有信心咯。伊行伫街路的时阵，会感觉讲，这是上帝的百姓吗？这是耶稣基督的百姓吗？嘿，虽然伊毋知影，伊信袂，总是伊带着即款的愿望，继续传福音，嘛会当互伊知影讲，伊传，上帝就要透过伊的嘴来改变人的心意哦。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在传福音的时阵，咱有缘会当有即款的心智。咱去到每一个所在，咱拢会当安尼来看见。会记26年前，牧师新学院毕业，受派去到伫南投的西地的教会，对无？啊，26年前安尼，足久啊，对无吼？嘿，迄个时阵26年前，迄个阿伦拄啊几岁尔？恁知影吼？对，还未读幼稚园呢吼，5岁，读到5岁的时阵吼。安娜就是2岁嘛吼，阮4个人徛伫迄个西地教会的大门，大门锁起来吼，伫迄在遐哭，因安怎？这遐芳的教会，阮要来创啥？吼，厝拢烂糊糊啊，吼，7栋无人住吼，迄病厝啊嘛吼，所以规个拢是杂草丛生啊，厝遐哩哩落落啊，这是要咱来住？阮要来遮创啥？嘿，哭了，转去了，嘿，甲上帝靠落讲上帝啊！阮全家若来遮，是要创啥？总是心内就有一个心声。若是主耶稣差派我来，主一定甲我同在，对无？吼伊美好的意思。一定会即个所在来显明出来，只是我即马毋知影，总是我知，伊既然找我来到遮，一定有伊美好的安排，一定有伊美好的旨意。所以兄弟姊妹，后来阮拄着921大地震检视，哇，真正迄个意念就真清楚。原来全乡17000几个人，拢是上帝的百姓。拢是上帝交托阮的羊呢，有无？阮当时，阮的西地教会是17000个人呢，咱永光教会几个人？吼，迄个意念无共款，所以地震了后，这救灾，每一庄社拢去，每一庄社拢去。上帝互阮真济人力甲资源，会当差派，会当去，拢讲这是西地教会，这是教会来哦。这是教会的帮站，是耶稣会听互恁的。伫迄搭遐，互阮感觉讲，哇！上帝建立阮服侍的一个信心，就是伫西地教会开始。所以带着迄款信心来到伫咱永光教会，行过来嘛已经24年啊，对无？是，也伫即个24年、23年外，正经24年的过程内面，通互阮更较深知是。咱所信的这位上帝，真正是不有的上帝。阿们。咱做伙经历真济哦，对无？SARS经历过，对无？个新冠肺炎经历过啊，咱有经历这个见证的需要，教会的体制的调整，礼拜的调整小组
团契到小组啊，咱用培育学校遮的啊，咱追求圣神的帮助，互咱更较对焦伫即个信仰内面，即个过去的即个经历，拢会当互咱知影，即个福音的溃烂，拢伫咱的历史内面，得继续发展出来。所以，兄弟姊妹，既然咱有做伙这样日济的经历，这样日济的见证，求上帝就帮助咱。传福音就是真简单，只要讲就是阿门，是不是安尼？哦，传福音真简单哦，讲就是，咱做伙来讲来，传福音真简单，讲就是对，讲就是哦。吼，所以咱已经伫8月初3，咱有做伙出去对无？即个火热袂当消散去。哦，本来牧师是讲3个月来一摆就好，就算袂使。那3个月，阮拄好出国去，安尼袂使，所以爱提前到什么时阵？哇，提前到伫9月29哦，伫9月29哦。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福音来到台湾150几年，伫台湾占福音领受福音的基督徒，才5%左右呢，5%左右呢。所以你会当去体会吗？你若是用耶稣的眼光行伫街路的时阵，你就会当去体会讲，这中间有95%毋捌耶稣。咱是耶稣的代言人，咱拢毋捌耶稣，咱要安怎做代言人？是毋是咱爱讲，勇敢传？这就是上帝互咱徛起伫台湾这个所在，咱勇敢爱的。所以，既然咱是会牵线的圣殿，就无论去到倒落，咱拢会当伫遐敬拜，伫遐吟诗而乐，对无？常常伫你的喙内面吟诗而乐，常常伫你的思想内面祈祷上帝，甲上帝连结，遐就是圣殿，遐就是而乐的所在，遐就是因为你到遐，迄个所在就成做圣洁的所在。阿门。所以这就是你我拢应该爱的。咱是福音的使者，咱应该爱来执行这个哦。所以9月29，咱教会佮要来上街咯，佮要来传福音哦。迄天嘛是拄好咱的幸福小组的启动日，佮较有意义，互咱兄弟姊妹，咱安尼会当习惯，会当习惯这传福音的方式，毋免惊。圣经耶稣甲咱讲，毋免惊，只要讲就好，对无？咱只要讲尽咱的部分，伊要信毋信，迄在伫伊。咱的本分就是讲互伊知影。请问，有人甲你讲过耶稣听你无？对无？对哇？伊上帝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知影无？咱就是直接讲。我相信伫即个时阵，咱毋是伫夜整子的时阵呐。这个时阵是收割的时阵呐，因为基督要搁再来，迄个日子就近了。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有即款的看见。街头就是咱传福音的所在，对无？阿门。咱做来讲来，街头就是咱传福音的所在来。阿门。我行到对就福音来，我行到对就福音哦。这就是基督徒咱应该深信的。我相信上帝要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牧师伫前礼拜规礼拜拢在参加营会，有2个营会。第一个营会就是青少年in the radical 的营会。第二个营，咱迄个营会，咱的青年受邀请去服侍，拢互大家甲咱足肯定。包括其他教派新道会，因是真大型的教会，对无？毋过因甲咱足肯定，哇！恁个青年足活泼的，足有信心的，足热情的，比阮会更较热情。所以因咧甲咱学呢。哇！感谢主！人听着讲，恁这是长老教会哦。恁教会是安尼哦。我讲，咱的青年有真水的见证。哇！咱的青年去咧带诗歌敬拜，去咧舞蹈，用舞蹈来带人敬拜上帝。大家拢感觉讲，哇！这是真有活力的教会。就上帝，借着上帝10年前甲咱
有言的对无？好，互咱的意向啊，咱要成做荣耀佮有活力的教会，是毋是安尼？当咱看见咱即代的青年，因有即款美好的一个服侍的态度，我相信这是上帝要互咱更较有气力来成做福音的出口的一个印证。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深深来体会。阿门。所以咱9月29哦，咱9月29，咱个做伙出来去。牧师嘛，搁要来甲路边的人，甲因传福音，咱拢做伙来做。我相信这经验毋是简单要帮助咱哦，嘛要祝福咱长老教会，嘛要祝福其他教会。我嘛在看其他的牧者，亲像哇周神柱牧师啦，杨林杨牧师，我拢甲因分享咱伫遮所做的即个街头的报道，因拢感觉讲哇，这不可思议！竟然长老教会会当传福音，显得冲第一名。因感觉讲，这个学，这个学，兄弟姊妹，这是上帝予咱的。我相信，这个拢要成做咱家庭、咱个人、咱的教会、咱的社会一个祝福。愿上帝予咱有一款的看见。来，咱做伙来读今仔个经句来，着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就专务以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警戒、劝勉。提摩太后书4章2节，搁一摆来，就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就专务以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警戒、劝勉。提摩太后书4章2节，对，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咱着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时的时阵传，毋是环境不容易的时阵，咱犹原会当传。这是上帝予咱的，因为这个福音的大能已经伫咱的手中，伫咱的喙内面，咱讲出来就有能力。阿门。感谢主，这时阵咱起立。咱要做伙来吟这条诗歌，咱做伙来学了咱的上帝。有
门，阿门。开始姊妹请坐。大家平安。今仔日奉献经文记载伫历代志上卷29章14节到15节。我算什么？我的子民算什么？阮竟然会当安尼甘心奉献？万物拢对你来，阮不过用你的面献互你。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居的，甲阮的祖先共款。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啥物愿望。大笔合上帝心意的奉献观来，是对伊对人的认捌，伊知影人的微细甲人心，甲短短的人心。咱的资财是心不带来、事不带去的物件，而且是对上帝来的。只有将咱对上帝遐得到的献予上帝，咱所献上的，才会当永存，才有永远的价值。代表着奉献，看做是永远有份的机会，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奉献都毋是负担，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这段是我伫咧网络上找到的资料，我感觉足适合来予我学习。我拄仔出社会时，我出社会拄仔我开始有头路的时，我教会干事姊妹就提醒我，已经有工课啊，就爱会记哩11奉献。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我就开始11奉献。平常时咱有一年的奉献证明单，摕到啊，就差不多会甲伊收起来安尼。有一年我就看到我奉献的数额，想讲哇，这个数额虽然毋是介济，也毋过若是会当变做我喜意的物件偌好，也是讲会使出去佚佗，也是讲会使食好料的偌好，也毋过马上就有一个想法入来啊。原来我奉献这个数额的时阵，我犹原会当出去佚佗，我犹原会当食好料的，嘛会使买我喜意的物件。这就是上帝予我的恩典。虽然有这个好，亲像讲好亲像家己个奉献一笔，也毋过我这3项我想要做的代志，一项嘛无漏到，所以我就感觉这是上帝予我的恩典，感谢上帝。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甲坚强的心来奉献。开始奉献。
请坐，事工分享。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咱今仔日的事工，咱即礼拜的事工，咱有影片要来看。这是青少年伫即礼拜一甲拜四的伫新店行道会的特会，叫做 Radical。感谢主非常的热情，哇，真正就是像少年囡仔共款。好，所以这个特会咧总共有96间教会参加，有1400个青少年参与伫中间。咱的永光教会，咱去邀请去伫遮正教会面前来做见证。咱的永光的舞团嘛，邀请甲因做服侍，嘛有迄个带敬拜主领的服侍，所以真正是足感谢主，一切荣耀拢归乎上帝。阿门，阿门。好，对，就是即个特会。好，咱来读今仔日的即礼拜导读的经文的引言，咱用华语这位来读，来预备起。应许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宣告和承诺。神所应许的事，常与立约有关系。我们的阿门，这就是上帝对咱的应允，就是上帝甲咱的这个立约。好，咱伫后主日第二堂礼拜了，伫4楼有咱的这个开幕的庆典，就是咱新北市全人性命教育学会的这个开幕。所以咱兄弟姊妹嘛当做伙来参加，做伙来庆祝。好，培育学校性命更新营，请学员伫今仔日来咱的名家干事来领取这个会前的读本。好嘛做好上课进前所有的准备。佮有9月29号是咱的幸福启动日。所以小组长伫9月8号进前来提出即个副长、实习副长，佮有幸福小组同工的名单。即礼拜是暗时7点半伫美和堂新店行道会美和堂有即个康麦克牧师的异地讨榜的特会，咱嘛足欢迎。兄弟姊妹来参加，所以康麦克牧师伊是全世界足出名的牧师。伊上有温数的，就是伫伊伫讨榜赶鬼的部分。所以即个训练的课程呢，嘛是咧训练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嘛会当有得到安尼上帝的温数，会当做伙来得到上帝快乐，会当做伙来赶鬼，来做安尼伊伫的讨榜。所以有即个集合的时间，咱若要参加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来注意。好，阅读营即摆要正式转型变做星光学院，所以咱若厝邻有厝边隔壁有安尼诶学生，就是国小4到6年级国中以上的学生，会当伫即个时间，咱是每一礼拜的9月开始到11月，每一礼拜拜2、拜3、拜4的下晡的即段时间。
所以有一礼拜内面有3天，所以咱内容都有包括咱看因的作业啊，帮因解题啊，嘛有咱的英语的课，就是咱的 Ruth 宣教师要来教咱英语。所以咱会当请咱会当邀请咱厝边隔壁若有安尼学生，嘛会当来参加。好，信用的讲历今仔日要来提出最后的审核。好，央青牧区有安尼活动伫9月17号，所以若要报名的兄弟姊妹会当来注意这个时间啊，这个是密室脱逃，对，这非常的趣味。好，最重要，咱1年1度的圣诞节的幸福手作，咱的目标是有500个人，所以请兄弟姊妹咱继续来为这个传福音的活动来祈祷。啊，唔但祈祷之外，咱嘛热情来邀请，因为为着要种这个植物，咱有几啊个月时间，所以咱名单爱紧确定。所以咱若即马报名的话，8月31号进前报名是300块，之后都拢是原价500块，所以咱紧热情来邀请咱的朋友、亲戚、好朋友来参加。9月7号伫8点半，伫大稻埕教会有即个中级的训练会，上面报名的中级。请咱的民谦长老啊，潘牧师今仔日无伫的是因为伊受邀请伫邦桥的后埔教会来分享甲讲道，所以咱嘛继续替潘牧师祈祷。好，肢体交通健康带导的部分，为着这2位兄弟石天敬跟叶志贤，求上帝医治因的身躯，上帝医治的大能要伫因身躯顶，阿门，阿门。好，咱来欢迎咱今仔日的新朋友，陈珊珊。好，请起立，谢谢。陈珊珊，好，是秀莲姐秀莲姐的朋友，好，很欢迎你来参加，还有请坐，谢谢。咱用一摆扑个声来欢迎伊，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好啊，咱的教会网站甲连结，咱咪咱继续来传互咱的亲戚朋友，互因知咱教会消息。好，来啊，请珊珊啊，阮的同工有要来接待你啊，你东西拿着啊，跟着他去。咱教会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啊嘛要介绍互你来熟悉啊，咱阳光教会哈。好，多谢。好，现在姊妹这个时阵，请咱起立，咱来吟一诗歌，比出来祝福。你出来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圣心来充满你，愿望大力量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伊路充满你，烦恼拢无见，处处大福气。咱搁甲隔壁讲，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伊路充满你，烦恼拢无见，处处大福气。伊路充满你，烦恼拢无见，处处大。咱来领受主的祝福。当愿上帝慈悲怜悯会疼痛，分享伫你的家的中间，也互你成做福音的出口。佮愿上帝丰富的恩典加添，互你会当有去领受这个福音所带来极大的能力佮恩赐，佮互你伫生活内面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囝儿。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平安，请坐，咱今仔敬拜来到遮，暂时休困。